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8，诗篇119篇168节安尼讲：我有守你的律例甲教示，我的所行所做，你拢看会到。三角来祈祷，愿所行所做，你拢看会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用大权能来创造宇宙万物，用大智慧来管理世上万物，用大慈悲来疼痛世间人的至权至大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智慧，予敬畏你的百姓，将你的诫命指示阮，将你的律例赐予阮，将你的旨意予阮明白。主啊，你爱阮顺探你的旨意，遵行你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有监察阮、捌阮，阮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就是对真远的所在，你嘛看会出阮的心思。主啊，阮有守你的律例甲教示，阮的所行所做，你拢看会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